定路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叫人吼，规去甲伊卡起来，你看安怎？袂用的，袂用的哦。你以前的厝主哦，你甲我讲哦，讲这口井啊已经30-40年了，伊内底的水甲外口的一般的水无共款。若阵啊讲用咱这个古井的水，啊去压这个蔬菜，甲那菜头哦发出来，一粒拢差不多10外分了。那参如讲哦，咱人身躯若有生条啊啦，像细条啊啦，啊用这水甲淋落去呢，伊啊就散就好了了。这口井的水是这么好哦。阿爹，安尼哦爱交代落去。后盖哦，我若食什么物件吼，一定要用这口井煮，安尼哦较好食。我知。哎呦，迄讲做大小姐真正吼爽过奥龙啦！人迄大小姐拢喺倒房间在挑花扯绣，奥龙讲到迄领钱敢敢若伤食啦！大明姐，你什么意思哈？哦，你即摆足无大无细，我是你的阿姊呢。你意思讲哦，嫁恁阿姊煮正尔，无气质，啊，袂晓挑花扯绣，啊，你较老，你较有气质，你较爱读书。好，对即摆开始，你若茫食物件，你若讲到这个，你就点到死。哎呦，阿爹你看打鸡啦！大小姐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咱少爷吼无歹意的啦吼。伊咧无歹意，伊跳我拉去啊，甚至啊，我拄仔讲伊一句尔，伊就应我百外句。哎呦，我甲起嘟嘟。阿姊呀，你嘛拜托的，你减讲2句啦，啊无吼，你甲小弟下一个室内，啊伊无代志啊啦。哈？你有讲唔对的是？咱兜即马这无伦理，我大姊伊小弟，伊讲的先插我，你叫我甲伊回室的，兜即马受天理无？哎呦，伊唔敢回心嘞！哎呦，啊，逐日甲下一个死咧身躯的肉，一个月去减半两啊啦，好无要紧啦，拜托的啦，莫搁甲刺激啦。你知影讲你小弟哦，安尼病真重，你即马甲刺激落去，伊即马搁扫，迄万一若扫到吼肝气健心哦，做一个扫出来，啊，看你爸看边仔搁倒转去啦，拜托的啦，莫啦。爹亲，毋是讲哦，我无顺你的意，你甲想看觅啊？这讲起来拢是阿爹你的教育失败咧。你甲看啦，偏偏是囝，阮两个是千金小姐，阮拢无请到半个查某囡仔，伊一个查甫人，请到一个查某囡仔伺候伊，啊，搁派面甲迄个敢若厝开钱尔。你的教是歹，教是讲的伊对我无大无小，做小弟的讲家家己的大姊讲无气质，哈？阿爹，你有听着无？我咧打鸡啦！慢慢想，赶紧，带你少爷入去房间咧，啊，互伊休困一下，啊，家己家己有听无？是，老爷，是，少爷。你来休困。讲咯吼。无咯，阿爹，伊还袂搞到这个，伊无搞到这个，我袂休困。好啦，家己一个室内的啦。歹势阿爹，我这个人哦，做人真有原则，什么代志拢照道理行，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，叫我家己回室内，迄是无可能。无可能。你就知影讲哦，恁大姊的个性甲鬼都无共款，若要叫伊甲你下室内哦，迄比顶天犯难啊！无安尼啦，阿爹伫咧遮，代表一家之主，代表我的查某囝，我甲你下一个不是，对不起。哦，安尼嘛较差不多，带念你较少岁啦。哦，少年人袂晓收食啦，都唔正样，钱歹赚，自己食歹，较欠仔开，会知无？是。哦，少爷。哎呦。我即摆咧甲我教死来，啊，我咧唔知影，我头壳落落直直甲你定，啊，我死人男一个介绍讲啊，你安尼哦，心两重扫，迄我才无原谅你哦。真无通哦，叫你安尼下一世也唔堪。这你平常时我教是有理走遍天啊，我即马哦徛伫你遮，无法度，做人哦就是安尼。哎，我咧讲一句，安尼甲用一句呢，也咧讲到话，哎哟，笨头母伫安要出声，无你是不是要甲我拍呀？我哎哟，气呀，拜托你啦，你减讲2句啊，好无啦？阿姐，你莫生气啦，莫生气。啊，你嘛知影，阿姊吼，伊是有喙，啊，不过伊无迄个亲啦。我就是啊吼，伊嘛做遐小弟的啊，啊嘛做尊敬阿爹的。哎呦，你莫再计较，莫生气啦吼。哼，迄你若知讲你遐不好，当当时安尼死出来时阵哦，恁爸早就甲你哦掠去哦，干嘛踮去换两个鸡卵，倒来真正的食较赢。哼。阿爹，哎呦，你搁一挂古董哦，还袂整理的呢。啊，有影吼，我的古董吼，我说明。我给到整理啦吼。咱伫咧讲哦，身体也受伤囝就好啦。
比比吼拢是囝，吼啊伊后生我查囝就差遐尼济，佮叫我伫咧斗饼内底，我咧擦，哎呦，什么咧水一好，啊你咧四股钱啊有股钱，哎呦，贪啊！这古仔都石头做的，免讲读着嘛会听。像哈，规家伙走了了，像哦，敢讲话甲我跳出来哦，无必干了哦。啊好啊，你后摆若搁敢安尼的时阵哦，你怎么了，互你好看？哦，地堂时啊就是遐，你上够好胆的，敢甲我应嘴应嘴，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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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哼，最后你死，臭狗呀，傲狗呀，哇！哦，前我的生目睭吼，毋捌看到迄查某安尼遐尼赤，骨塌的我无感觉会疼，甘迄骨热的，阮等去甘迄热着我的腰只骨筋。哦，到煞顶无啥怪，奇怪咧，这间厝可能是换人来住的款哦。嘿，你们甲对来看卖咧。爹，即摆去做晏呀，我应该休困未？即马？哎有影，啊，你真人嘛都对咧。哎，有影，讲到恁迄大姊哦，有够无意思啦。嘿，伊安早起甲我安尼小妈妈，伊也全拴去房间，全住喺困，伊放咱两个爸仔囝嘛，安尼住咧无用气气。有影，好啦，啊这收晏吼，无你去休困，啊剩的吼明仔载来即过来做。呀，啊无吼，我入来休困啊。好。阿爹，你莫搁再休困的呢。我知啦。我入来啊。我还阁扛袂牢。哦，你实在有影哦，有影，伊食了有差呢。嘿，我安尼做规工哦，啊做到安尼哦，哦，迄骨头哦，顶头你看，过起起哦。这个到底是什么人？哇！啊，鬼啊！是啊，倒迄个马仔堡都对啊，200几年，无可能咧。啊，毋过看伊形明明个马仔堡啊，啊好哩啊！你安尼吼，我这要考状元的时，你就撒一寡钱去共乌西，将我的状元的名，互你去落去，啊刷落去吼，我即摆走来这投井自杀，你也搁对到这来，啊，恁妹绝对袂甲你变，互你青笑你啊！我，哎呦，要姓名即个讲安尼，也袂甲听起来啦。哎呦，歹势。啥物爱啊？啊那爱甲迄落声呢？哎呦，敢若咧挂红困啊呢？佫无咧，奇怪啊，可能哦，食老啦，也无面啦，头晕目暗啦，也头黄黄啦，听唔到的款。安尼好，起来去困，靠有眠。哈，哎呦喂啊，哦。嘿，真正有够无意思的。什么时阵我献迄个红布起来，趁我徛伫遐红布一个掀开，害我吼去互迄心明一道气功啊大一个。哦，但毋知受伤受了大下啊细，啊娘喂！迄奇怪呢？啊，这个都明明就是迄个中状元，迄个叫做马仔堡哟，啊对马仔堡啊，啊这个明明马仔堡。啊，哪会穿原月的衫裤？是讲事经过200几年呢，200几年啊，我伫遮啊马仔堡伫，哇哦，润腰哦，哦，伊我都咱活200几岁啊，无可能咧，因为我投井自杀了后，啊，即摆伫这所在，佫发现着马仔堡，啊，我想到啊，这个一定就是马仔堡。搁再来转世投胎，真正有影哦，人比人气死人，天公伯也足无公平的。咱安尼逐摆考状元，逐摆考无掉，
啊，人个马仔宝考状元考会调，啊，煞咧伊搁投胎转世啊，敢若剩我这吼投井自杀的一个孤魂野鬼，还搁伫遮飞200几年啊！唉，我靠！阮老爷，真正，你找我要创？阿囝，你旁边内底家己慢慢仔食。我可以吃。嘿，啊，我甲先生要讲一寡代志。好，好，少爷算了。就慢慢仔食，莫去加着嘿。啊，坐啊坐。多谢多谢。老爷，啊你今日找我来有啥代志？嘿，这是安尼啦。因为先生，你嘛知影咧，我有2个查某囝啦，啊，咱都已经袂少岁啊啦。啊，我是讲我知，你免讲。你的意思是叫我去找一个媒人来去提亲是无？无啦，什么找媒人？那咱庄个内底迄媒人啊，哎哟，他办代志敢有法度。那即摆来共介绍吼，迄翁仔某若毋是离婚哦，就是自杀啦。我是讲安尼无妥当咧。老爷，你即摆意思，哪像要叫我做一个媒人的款哦？哎呦，你搁教我，啥路你学着？我意思是安尼啦，先生你伫个即个教主吼，啊你学生内底哦，什么人即个学问较饱，啊什么人知识较悬，啊什么人引导较好个，吼啊甲阮的适配对不对？啊你才甲阮报一个啦。若讲到我的学堂，大家都高材生啦，不过吼，还阁有2位阁较出色的人品。学问、家世，拢上赞。有影。人拢叫伊状元。哎呦，感谢列宗列祖，哎呦有灵有相。阮迄个细汉哦，相命看起啦。啊，伊讲哦，阮即个查某囝哦，以后哦，有当我做这状元夫人的命啦。啊，这个好，状元好。不，老爷你误会啦。我是讲迄个吼，姓吼，叫做状啦，吼啊名吼。叫做元啦。是名号做状元咯。嘿啦。毋是本身是状元咯。毋是啦。无要紧啦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人有够条底，好你叫伊做啥就做啥，哦，佫有那真认真咧读书。学问有那赞。这个毋敢若奉上。无啦，人拢叫伊两公的啦。两公的哦。嘿啊，伊是姓娘啦，啊名公啦，啊大家吼。动物拢安尼甲伊滚耍笑，啊，拢啊叫两公安尼啦。是名号做两公哦。嘿啦。啊，人足正公的哦。嘿啦。啊，无安尼啦。无咱拜托先生啦。好。啊，你甲看因啦，准啊讲倒一工有闲，啊，你甲带来阮兜，啊，我创一个便菜饭啊请伊，啊，顺便互伊去相亲啦。赞，那安尼吼，这一切拢看看就好啦。